下来我来看，所以高雄市区客家村镇内第6线区、三民东区，18日立委县长国民党高雄客家太路王启川的家侯彩凤，我来拼4连霸。民进党在提名云林西路会客家西郎李群策，现正国民两党上届选票所涨无到7%，故所18客家新区同客家西郎嘅对决，韩国竞争激烈。得到屏东客属同乡会嘅大力支持，代表国民党出来竞选嘅侯彩凤，以客家新区为诉求，全力争取高雄市三民东区最大嘅客家票源。其主张要落实客家基本法嘅实施，同时全力发展客家嘅手工艺产业，为客家妇女创造更多嘅收入机会。让我们客家的妇女可以在这一个就业方面能够自己创造就业的这一个机会，同时呢，又可以延续我们一个客家的一个文化。李坤城都顺，蔡英文都顺。配合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嘅客家背景，李群在18日打出嚟客家西郎嘅身份参选，同时为了得到客家乡亲嘅支持，其将要对客家文化教育同公职阵容嘅提升，作为日后竞选国会嘅努力目标。客家文化事务的活动要大幅的提升，然后我们认为在公家机关里面说客语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公务人员，应该比例也要增加。侯彩凤同李群在18上演客家新票同客家西郎嘅对决戏码，因为伊哋头摆旅游国泰代表同立法委员嘅资历，双方也因变嚟培养嘅唔海南嘅基层实力。亦對高雄地區嘅所有嘅建設不管勞工，亦嘅學術，包括一個客家嘅人嘅人體方面爭取一個經費相當嘅支持。不管是經濟方面，還是一寡嘅婦女，還是咱遮失業嘅勞工，伊攏非常嘅關心。所以呢，我支持嘅原因，伊這幾點，我就足支持啊。另外，有關太高雄嘅未來發展，李群則以提升青年嘅就學就業同老人家長期嘅照顧作為傾向嘅政見。侯彩鳳都提出，加強教育同電平交流托嘅交通平檢，降低公立嘅幼托人同安養機構，以提升城市嘅競爭力。對於年輕人未來的出路，他們的就學就業我們全力的關心，以及老人長期照顧的政策，這一方面是我未來問政的一個重點。等於讓老的、小的都能夠在一個社區來照顧他們，也能夠讓這一個年輕的這一個薪水級的這個夫妻能夠節省他們的這一個時間。因為上一屆嘅立委選舉，李群在數度中央係86稱人嘅連進行分票，結果以7000人票輸給侯彩鳳，因為民進黨整合成功，李群在創造嘅6人太團結嘅氣勢，唔過侯彩鳳也係戰力堅強。政治世家嘅基層實力，加上3任立委嘅政績牌，以上18第6選區嘅選情，會呈現5-5波嘅嚴重趨勢。客家新聞陳文玲高雄報道。